嚟緊你哋要做一份功課，就係將學校附近嘅資料放返上個地圖度，等大家都易啲睇到。咁放咩資料好啊？不如將賣燒賣嘅鋪頭放落地圖度啊！我就想喺地圖度標示邊度有舊衣回收，等我可以捐啲舊衫去俾有需要嘅人。你呢個提議都唔錯，同埋我哋 Science 堂咪要量度學校附近嘅空氣質素嘅，不如我哋都將嗰啲資料放埋落去啦。咁點先放到啲資料上地圖度啊？我知，一定係用顏色筆慢慢畫上去，好似我咁。哈哈，唔係啊，要將現實世界嘅資訊變成空間數據嚟放上地圖，其實好簡單，因為我哋而家有法寶幫手啦。就係地理位置標記工具啦，就等我教大家點樣為數據添加地理標記啦。你可以直接喺地圖上點擊位置，再輸入相關資料。例如你想標記小食店，就先喺地圖揾出店鋪嘅準確位置，再入翻啲資料就搞掂噶啦。但如果你有幾個地點要標記嘅話，逐個標記都幾嘥時間噶，不如試下自動標記功能啦。先將各個舊衣回收商地點嘅資料整理好，再匯出 CSV 文字檔上載至平台，系統就會嘗試自動標記出相關地理位置，拍入地圖噶啦。另外，例如同學用探測儀量度空氣質素，收集數據嘅時候就會記錄埋經緯度。只要將數據匯出成文字檔，再上載至平台，系統就會自動將收集數據嘅地方放落地圖，仲可以將經緯度轉成香港1980方格坐標。有咗呢3個方法，要喺地圖加入地理位置資訊就話咁易啦。睇嚟地理位置標記工具真係我哋救星啊！做好份功課就冇難度啦。